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是实施小三通专案头一日，一波有80个人对厦门坐回来，另外对中国来旅客确诊率是22%。台北立委补选明仔载投票，哪里个候选人欧phong美甲高一路拢咧拼扫票，伊也拢有选情之爱活动。中型航勤的员工为着争取年尾奖金，集体休假的事件，即马公司表示要发4万块的奖金，过年的加班费也要增加。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小三通春节专案，今日实施，透早10点对金门、水头、码头驶去厦门，金门马祖的民众，佮有中国的配偶，拢会使申请，而且头一日的下晡也随有80个金门的民众对厦门坐回来。人零人西真热烈迎接小三通复航首发团，继3年的金厦小三通将伫初7来首航，下晡有80位金门的民众对中国厦门坐船返来厝，准备甲厝内底人团圆到底来过年。高兴，好想回家哦。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的？从厦门过来。姚阿伯因为疫情隔3年拢无看啊，欢喜咱到底。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哦。我去年才过去。3年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两花小三通停航3年，行政院顶个月决定，伫过年前后2礼拜，也就是1月7日到2月7日，实施金马地区过年交通专案。对象以金马的民众，中国配偶为限采专案申请。金门每天上最1个航班，而初7早起首航头一天有142名旅客来回2花。6委会主委柯泰山调侃出席这个复航的仪式。这个专案如果执行得很顺遂的话，我们呢一定会做未来的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到时候呢，我想一定会符合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期待。由头一波复航无对民众全面来开放，伫中国大商无都经由小三通中转转来台湾，引发未少大商的不满。对此，立委会强调，最近中国疫情清悬，考虑金马地区的医疗量能有限，正以金马乡亲来优先。未来看疫情，随时来调整甲开放。金门的医疗量能，我们一定要兼顾县民的健康，所以这次小三通的开放，我们是采滚动式的。已经中断快3年的小三通终于要复航了，这个是两岸破冰的开始哈。柯泰山强调，金厦小三通复航的起点，也是两花交流的起点，期待双方建立互信，替未来交流开放做好基础准备的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另外，马祖小三通相关业务也未准备周全，改到1月11才开始首航。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本土增加24132例，死亡人数是61例。对中国来的旅客上新的确诊率是22%，这显示中国疫情有源真正力。阁有医师进前医一个对中国转来的确诊大伤，医师是感到无随看医生，照出来电光片、细胞规片白茫茫，食药啊也无效，即马是当咧插管来急救。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初7拜6新增加24132例本土病例，中当中有186例，死亡61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1月15中国入境旅客采检的结果，阳性比率是22.3%，有慢慢清悬的情形，显示中国疫情真严重。有医师表示，进前收治一个中国转来台湾的60多岁大伤，伊把家己的快速检查是阳性，也过无叫医生看，拖到1月15才就医住院，加工就插管病情危急。即阵也伫咧加护病房伫咧抢救。住院的第2天呢，其实就马上已经进入了这个呼吸衰竭的情形啦。那当时就是越来越喘，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我们看到的这张 X 光，就是这个大白肺的这个情形，我们所谓的严重的肺炎。医师建议指挥中心应该检验大伤患者病毒株，研检判是毋是伫中国防卫着。而随上中国境外头一批病毒定数的结果进前公布，以 BA.5.2 加 BF.7 变异株上多。有专家指出 ，BF.7 全名是 BA.5.1.2.7。另外，就 Omicron BA.5 的分支，建议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次世代疫苗。但是如果你的上次的感染是在7、8月以前的，也就是说 BA.2 的这一波，或甚至到现在还没有被感染过的那可能还是要把2价疫苗尽量把它给打起来那这样子我们那对付这些那个病毒序列那可能那个免疫力才会比较够一些专家提醒，过年进前，为少亲戚朋友对海外返来台湾，恐惊增加互相烧的风险。做完疫苗到3型抗体至少要2礼拜。所以讲过年进
以前注射疫苗是上好的时机。而总计即阵民众疫苗注射率头一剂是94%，第二剂是88.9%，对家剂是75.9%，第二摆对家剂是20.3%，其中65岁以上老人只有44.5%。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立委补选，明仔载就要投票啊！哪里个候选人拢在拼拜票？民进党吴怡农有提出政见，讲后一届的地方选举进程，台北家人甲实子应该合并。王宏维是甲伊口说讲，叫伊归去选总统。吴怡农佮反呛，家己认真做代志，叫王宏维拢投票前一日啦，佮咧讲这款话。王宏维，拜托大家早安，大家好。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最后冲刺，拄到拜六补办日，国民党候选人王宏维早起8点起，就由党主席朱立伦带领超过40名党公职伫路口拜票。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天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选民来支持。那么我觉得就是不能够松懈啊。拜托，我是吴怡农。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伫立委苏家辉陪同扫街，伫投入补选以来，和国民党口说去和民进党帮生。吴怡农强调，过去5礼拜有真侪好的战友，唔是一个人的武林。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舞台，50这个也让大家看到，我们从头到尾完全不孤单。因为吴怡农提出2026地方选举进程，北市甲家人参实子合并的政见，王宏维口说吴怡农应该去选总统。吴怡农是反批，这个政见是立委应该有的想法。我想这个政见哦。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吴怡农委屈了，他不应该选立法委员，他应该去选总统。也再一次凸显了这一次选举我们2个人之间的不同，一边是希望认真做事的，另外一边在最后一天持续着喷口水。那日的选情之夜，王宏维会有南亚大卡告场徛台，吴怡农是邀请民众同齐看纸风车剧团，两个人希望台北补选选民会当出门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政治风波也未煞。进前正副议长的贿选案情又搁扩大，检方搁再升压3个人，包含何具提告案的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无党籍的议员黄丽昭，搁有走票的前副议长李文俊。另外，李文俊的朋友黄依平，因为伊的口径反起反倒，互法院裁定收押。因那进前无报请回，意思就是中人的杨志强，检方控告成功。发回台南地方法院，搁再重新裁定。对，竟然是造成。无党籍台南市议员黄丽昭服务处正常来运作，各界恭喜伊高票当选的红榜也打掉咧。前一届正副议长纪信良、李文俊，也有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拢送上祝福，也有黄丽昭、李文俊甲林树杰3个人，拢因为涉猎正副议长贿选案，互检方收押。市议员2名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林姓被告有逃亡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于1月7日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1月初3头一波调查时，黄丽昭甲李文俊各以10万块甲25万块交保，检方搁再提出充分的证据，认为2个人嫌疑重大，当庭该抓起来。另外，林树杰涉嫌恐吓议员彭一峰，检方追查李文俊朋友黄义平参加其中，验过300个询问，所讲的口径拢无同。黄姓被告之供述前后不一，又避重就轻，与同案共犯的供述均有歧义，而黄姓被告与其他共犯利害关系一致。时有相互配合为不实陈述的动机和可能。法官采信检方提出的证据，裁定黄义平收押禁见，包含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在内，台南市议长贿选案已经收押2个人。不过郭在钦也委托律师来提出控告，遭到台南高分院驳回。另外，疑似中间人的无党团结联盟前名誉顾问团长杨志强，进前是无报请回，检方控告成功，发回第2更改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昨发生伫台中地里一间客家的火灾，这是造成5个人死亡的悲剧。66岁姓陈的厝主，伊放火，毋过伊讲伊放火是为着赶蛇。检方甲这个厝主依照涉嫌放火甲杀人罪等罪名申请羁押，即马法院也已经裁定羁押，厝主即马已经送去看守所。
伊就是车拉发生伫台中大理区的火警幸存者圣诞处处，虽然无法度行动自如，也爱靠家属才会当上落车。也毋过伊向警方讲，是要点火赶走才造成意外，奉送往地检署复审。家属齐齐重回会场，感谢人员继续在场采证。这件火警发生伫初六透早，大理圣诞一家三代。同齐住伫3楼透天厝，意外发生的时阵，一家伙仔拢咧困。除了细蛋的厝主家己走出来，其他包括厝主的家后生查某囝，甲11岁孙，掺6个月大的外孙，拢总5个人拢死伫会场。检方审后认定细蛋厝主涉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审理了后也裁准羁押。今天的凌晨2点多，依法予以裁定羁押。那涉犯的罪名是刑法第173条第1项的放火罪，以及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杀人罪嫌。检方表示，家属虽然讲圣诞厝主精神状况无好，也毋过调伊的就医资料并无发现有诊断记录。那现场勘验导火点技术伫1楼的床边，认定伊涉嫌重大，法院也依定数进行审理。依法予以羁押。那这部分因为没有其他更具体的事证，所以承办法官没有就这个部分再做另外处理。台中地院表示，圣诞厝主依照定数奉送往看守所，也会进一步看伊的健康状况。那所涉及刑法放火甲杀人罪嫌，相当会当分别判处无期徒刑甲死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礼拜甲拜六拢是较大冷的空气。冷气团落南，也甲中国的污染物做伙吹落来。拜六的季度，高雄甲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来到柑仔色提醒，这是空气污染真严重的情形。市区是看起来白茫茫，这款情形会一直维持到拜一。南部的县市，因的环保局也要求，咧乡土团的工厂，得来减少芳，来减少这个污染。开始用车抓水洗大路，土粉较袂硬硬飞，同时要求营建工地较接抓水的。对测试中昼过了后，高雄市开始出现雾霾的情况。能见度无好，环保署空气品质指标 AQI 高雄上侪有10个检测站对普通转做柑仔色提醒，对敏感族群不利。持续已经进入小寒境外的空气污染物容易随冷气团一起的南下那也提醒市民朋友随时可以注意相关空气品质的变化那外出时可以佩戴口罩，并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今年头一波境外污染随着冷气团南下，对初七下晡开始影响南部空气品质。为全国上美丽的屏东县，加上本土的污染物累积，3个检测站 AQI 柑仔色提醒，空气品质不良会继续到下礼拜一。我们屏东的上风处就是高雄的这些工业区，所以看起来我们现在整体在屏东县的枋山还有潮州、小琉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警初级的橘色的一个警戒。屏东加强来稽查露天常常会烧物件所在，也有沙石厂抓水作业者的防治做法。你讲只是提早2天通知大型的工厂做一个降载减排应变，包含兴达电厂2台小土团机组来停机，2台降载到50%以下，要中春石油这工厂停炉。大拿电厂1台小土团机组也停机。高屏地区赶紧来应变，要降低境内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这个空气品质不良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选举总算是有结果啊！落尾是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选调，伊也马上就宣誓就职。因为共和党未团结，党内20个极右派唔愿投予麦卡锡，致使这届议长选举选4日投票15摆。经过这届协商，极右派总算是让步啊，才选出议长。麦卡锡的作风较稳当，对中国的态度也较强硬，对台湾是较友善，而且也捌讲过，想要用议长的身份来访问台湾。来看美国的校园又搁发生枪案，有一个6岁的囡仔，伊伫学校和老师冤家，结果一个袂爽，伊竟然就提出唔知倒位来的枪，甲老师来弹一枪，弹甲重伤。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瑞奇尼克小学初六传出枪声，开枪的是一个6岁印尼亚小学生。警方真紧前往拘留开枪的囡仔，将其他的学生安置到体育馆。派出辅导人员陪伴安打，互着急的家长一个一个接转去。My heart stopped.
I was freaking out, very nervous, just wondering, was that one person my son? But he's okay. 伫教室内，互学生抢救的女老师大约30岁，当伤送医，目有生命危险，也毋过情况较后恢复稳定。警方无说明开枪学生安怎处置枪击，也毋过坦白讲，一摆枪击并不是意外。The only thing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altercation was between a 6-year-old, the student who did have the firearm, and the teacher, and then a round was fired. And Chief, are this shooting intentional or accidental? This was not an accidental shooting. 警长德鲁表示，当地过去毋捌发生过放远枪击，呼吁应该互少年人远离枪击，坚持为一年做法律，未成年人无具备法律意义的犯罪意识，要将即摆开枪伤人的6岁囡仔定罪，会当讲是无可能。未来可能交予少年法庭保护管束，接受相关矫正协助。为青年科小学大约550名为幼儿园到5年学生学校表示，为了保护学生甲教职员心理建设，初告8日学校停课。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再来看国内消息，为了争取年尾奖金，中营航勤的员工集体请假，致使航班大难的这个事件。上新的进度是，中营航勤公司有发出声明，讲为着要鼓舞员工，要加发7万块的奖金，而且过年的加班费也要增加。另外，针对元旦期班办婚的代志，公司也向社会大众来回息的。元旦连续假期，中营航勤员工集体请假，争取加发年终，甲优化劳动条件。所目睭近近看到，长远航勤先调升加发年终，未少员工士气低，准备领完年终就要离职。中营航勤伫初7发出声明，最近甲员工座谈了后，推出奖励方案，农历春节进前会搁发奖励金每人4万。另外，针对延长加班的情况，搁提悬加班费。春节期间，现有春节安保之外，增加春节员工出勤奖励。针对员工其他意见，公司会另外建议，也对元旦期间的航班延误表达失礼。我们也是跟长荣集团的这个，不管是子公司、母公司，我们都会持续的要求他们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能有这个打压员工，然后还有就是还是要去体谅员工实际上的工作状况。桃市政府劳动局表示，自元旦集体请假事件了后，劳动局就甲中营航勤资方开过2摆会议，要求妥善处理劳资纠纷。即马劳检资方有回应，也会继续关注后续发展。过去协助长勤员工的中营航空企业工会表示，最近陆续接到中营航勤员工来寻求协助，怀疑中营航勤企业工会技术是资方工会会员目前只有33人，佫是主管级，毋捌替员工发声过。因为这个工会都没在运作，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其实依法应该要让大家加入，我们也希望这个资方工会可以不要阻挡员工加入，因为这是违法的。工会转述，长勤员工对公司回应加发奖金，虽然感觉诚意，也毋过也希望会当就田不足过劳，甲条条无道行事，着休权利顶头问题，会当顺利甲公司沟通。目前已经有300多名长勤员工联署，要求加入中营航勤企业工会。记者综合报道。半导体产业伫国际是真竞争，各国拢推出优惠的政策。今日咱立法院三读通过人工是台湾版晶片法的产业创新条例修法，企业研发若到一个标准，符合技术创新，佮国际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这2大元素，研发费甲买设备的钱拢会使拄税金。今日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这个修法，半导体产业的制造是上有可能达到标准的。毋过，台湾的5G 产业大厂，佮电动车这款产业也是有技术创新，而且也伫国际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的公司也有真侪间。这寡公司伫研发费用的25%，佮买先进制程新机器这寡费用的5%，会使摕来拄迄当年营业所得税，今年就开始实施。进前网络红人小玉用一寡名人的面做肉片啊。就是正式的影片，互判关5年6个月。毋过检方认为这是判伤轻，佮提起上诉。为着防止相关的犯罪行为，立法院三读通过刑法的修正案，掠亲像 AI 画面的这个案例，若是无经过同意来放送影像，相当会当判5年；若提起卖，相当是判7档。
2001年，网红小玉红亚出以深度规作技术制作名人的画面本雅影片模拟，引起不时性影像还有性私密影像风散布的讨论声音。立法院会初次三读通过向坏修正案，伫性暴力防治层面增订妨害性文书加不时性影像罪的相关规范。换脸的受害人来说，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就是一个最棒的新年礼物。类似数位性暴力的性犯罪都可以有进一步的措施，包括说下架的机制。迄当时的受害者是以高雄市议员黄捷表态肯定，更较期待未来会当有更较有利的手法，像画面这种不时性的影像增订条文，想要散布报送会当损害他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想要盈利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无经过他人同意，翕性影像会当处3年以下。那散布也是想要盈利，也会加重罚。另外，以强迫恐吓等方式翕性影像，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想要盈利散布，同款加重罚。在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要求加害人交出、删除手上的性影像，或将自己上传的性影像下架。实务上真正保障被害人，我相信对执法机关都是很大的考验。对于性影像的定义，仍然是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极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的2度伤害。要求制定性勒索、恐吓案件的被害人，要如何能够向检察官申请保全证据的处理原则？性私密影像犯罪条文纳为就是告诉乃论之罪，不实影像罪是非告诉乃论之罪。所谓的性影像，它没有包含所谓的性影音，这样子未来 Deep Voice 能不能处罚得到，其实我们也是有待观察。所谓努力联盟认为，修法通过了后，未来相关案件会安怎审判，甲执法层面会当安怎有效防治，拢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长管中闢今仔日谢日，由新校长陈文忠来接任。今仔日是办交接的典礼，管中闢就表示，伊以后就毋是公众的人物啦，希望一切拢会使平静。伊也期待大学的校园莫阁受到政治的干扰，法规甲制度拢会使落实，互大学真正会当自治。台大第13任校长交接典礼，教育部证书刘秉基甲聘书送予新任校长陈文忠，感到应承时，因为交接伤紧，引起现场的笑声，被要求搁再来一摆。管中闢校长印信丢给我，就想走了可见他如释重负。刘秉基拍手开讲，管中闢敢若放下重担，也毋过肯定伊管理台湾大学的成绩真好。管中闢上来上台，我也未讲就先放周华健的歌曲，其实无想要走。管中闢讲，4年前今年真慢，相信已经实践伊所讲的话，无辜负这个付托，无遗憾交予陈文忠。其他政治干扰甲压迫，永远莫伫大学校园来发生。法规甲制度应真正落实大学的自治。典礼了后，媒体追问传说学界甲民间其他预选总统，管中闢时先用台语，就搁用诗词来回应。我这块卡层了，绝莲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答案已经讲了，我想这你们唯一关心，我已经卸任了，以后不再是公众人物。希望我在管理学院那边再也看不到各位，谢谢大家。管中闢强调，下任校长无过再是公众人物啦，希望生活中规平淡，一切回归原来。另外，新任校长陈文忠已经开始做代志啊，对着最近的学术伦理的风暴，更加提出未来硕士、博士论文若是被撤销，会设立主动检核机制的方向。另外一方面，也会请各个学院来检核这些事情，定标准。我们也必须要来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样写论文，怎么样做研究。陈文忠讲，去年10月初当选了后，就伫思考未来校务要安怎做。即阵正式上任啊，真欢喜，阁真紧张，真正爱拍拼做咯。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气温资料。基隆到新竹44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4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4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45度到23度，澎湖金门马祖12度到20度。
接下来，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去年9月8日大地震，地区花莲玉里到富里的火车停驶3个月过。当地少年人为着进行在地举办音乐会、甲小旅行吸引游客。另外，也有少年人发现地方政治的问题，家己办证件会，和候选人来说明政策。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大家来到花莲的玉里，看少年人安怎改变农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时间，咱个再会。